那位先生，是你负责的吗？是啊。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手提行李箱是怎么放的？是这样的，我刚才已经跟他说过了。你是怎么说的？我就是请他放到上面的置物箱，或者是前座的地上。可是那个手提行李箱根本不是那样放的。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可是他不肯听我的，所以你就放弃了。程峰，你认为乘务员是做什么的？乘务员在飞机上是要负责照顾乘客的，要照顾乘客的安全，让乘客觉得舒适。可是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在飞机上，一个人如果不守规矩，可能会影响其他的乘客。他不听你的话，你就让步，你这叫负责吗？不是。你到底想不想当乘务员呢？我当然想啊！既然这样，去想办法说服他。机长，前面有云气团。等一下就要进入云气团了，打开安全带信号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是机长韩凯。我们的飞机受气流影响有些颠簸，请您回原位坐好，系好安全带。我们的飞机受气流影响有些颠簸，请您回原位坐好，系好安全带。在安全带指示灯熄灭之前，洗手间暂停使用。加油！先生，我已经系好安全带了。不是的，先生，我只是想要提醒你，你的手提行李真的不可以放在脚边。真啰嗦。可是，哎，干什么你？先生，你的手提行李放在那里，万一发生紧急状况，让其他乘客不小心绊倒而没有办法逃生，甚至丧命，您愿意负责吗？你们飞儿航空的乘务员是怎么搞的？怎么专门吓乘客呢？你们不是要让乘客安心吗？你这样讲，不是要造成恐慌吗？飞机发生事故的几率其实比交通事故低很多，可是很抱歉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100%的保证它不会发生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乘务员能对乘客讲这种话。我们是乘务员没有错，但我们也是保安人员，所以只要在客舱里，就不允许任何人我行我素。够了，一个个啰里啰嗦的，你们飞尔航空的服务太差了。目前高度2000英尺，马上要进入不稳定气流区了。前面有电气流区，机长，是要升高还是要降低高度？请做决定。机上有乘客，万一迫降失败，岂不害死了机上的乘客？机长，再过15分钟就要进入气流区了，是要升高还是要降低高度？遇到电气团了，是要升高还是要降低高度？发生什么事？云气团就在前面，建议拉升。不行，目前已经够高了，降低500英尺应该可以避过去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哎，对不起，现在离开座位很危险的。少啰嗦，我要上厕所。哎，先生，大家系好安全带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保持镇定，保持镇定。哎呦，多亏这个乘务员。是啊。哎呀，没事，你没事。小孩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多亏这个乘务员啊！是啊。好样的！我们现在已经通过了乱流。哎呦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谢谢你。没事。那个老先生，那个箱子放在那儿，让他放上去吧。你呀，这个人呐，脾气太倔强了。先生，您现在可以使用洗手间了。谢谢啊。谢谢，谢谢。
谢，再见。慢走。谢谢。关小姐，谢谢你啊！我一定要向飞儿航空向你表示感谢。谢谢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等着孩子长大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。谢谢了啊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谢谢，谢谢，再见。谢谢，谢谢，哎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，谢谢啊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。谢谢，谢谢。好的。教官，你好棒哦，了不起！我刚才还捏了把冷汗呢，吓死我了。程峰，程峰，你怎么了？都是我害的，都是那个老先生不讲理呀。他是应该检讨的。要是一开始他坚持让老先生把手提行李箱收好的话，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要不是因为今天运气好，很可能会发生更大的事情。我知道。好了，你们3个现在都知道了，在飞机上面不能让乘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是个完全不同的环境。哎，安琪教官，还有一位乘客没有下飞机。他是公司的金副总，这一次是随机来考核你们的。哎呦，糟了，那怎么办？好了，你们去整理客舱，我们准备折返。好，知道了。我完了，刚才的事情他一定都看到了。不会啦，又不是你的错。就是啊，安琪教官会替你求情的，放心吧。程峰他真的很努力，虽然这一阵子出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可是他都没有放弃，他简直是在拼命。我没有看过这么坚持的学员。副总，你别再说了，这要交付评议会来评定，这件事情我一个人也决定不了。可是就这样了。安琪，刚才的乱流对乘客没什么影响吧？您处理得很好，没事。等下就要返航了，我先去忙。好。哎，安琪，有事吗，机长？我们的店要开业了。您的店要开业了，恭喜您了。谢谢。哎，先生请用。谢谢。谢谢。请慢用。先生，您要什么饮料？菊汁。请慢用。谢谢。您要杂志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先生，请问要杂志吗？哎，谢谢。谢谢。韩凯，在飞机上，你的状态有点奇怪啊。是吗？怎么个怪法？你好像说不上来。总之，你好像突然没法下决定。你往常不是这样的。没的事，我好得很，只是那会儿我想到了别的事。那就好。韩凯。啊，金副总。你有没有时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吗？好。走吧。韩凯。你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，
你不用担心，一切正常。包括精神检测吗？包括精神检测。嗯。但是，最近我从乃明那里听到了你的一些事情，你不要怪他，我当你是朋友才聊的。他说，你最近有迟到，甚至忘记了出班的情况。嗯。我们都理解，你会晃神是因为安琪。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男人，韩凯？你已经是稀有动物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金副总，你真会挖苦人呐！人的一生，不只有追求伴侣这件事。我知道你现在跟安琪很僵，但是我很满意今天你们俩在工作上的配合。韩凯，放松一些，你听我劝，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。金副总，谢谢你了，这都是我的私事，您就不必费心了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也当你是朋友，就算是我对你们俩的一份心意。韩凯，你得答应我，千万别再出错了。我会很小心的。乃明，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我在等韩凯，他被金副总叫走了。哎，等会儿一起走吧。不用了，我赶着回去。我知道你不会跟我们一起走的，我只随口问问。你真的不想知道韩凯为什么被金副总叫走吗？哎，今天遇到乱流，你没事吧？这是很平常的事情。怎么了？这就表示你的心结打开了。安琪，有些事情呢，就像学游泳一样，憋口气起来就过去了。你跟韩凯的事情，说小不小，说大不大，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浮出水面，换口气。我回家了。